阿尼玛亲，阿尼玛亲，承认为是。23，看见阿尼玛卿黄昏时候的彩虹，连拉萨的双红都显得平淡无奇，但神性就像瞬间消退的红光，我们连哭泣都来不及。24，我们聊起了回族军阀马步芳长达几十年的屠戮，甚至杀到了这里。到了1950年代，一切有过之而无不及，不分男女老少，不分牧人僧侣。他说，奶奶的舅舅跟随部落及家族逃往雪山深处，期望神灵护佑，却被一路追杀，几乎难尽屡绝。我提到一本书，讲述蒙古骑兵被毛泽东派来平息叛乱，挥刀驰骋安多河抗，一概杀无赦。同样是牧人出身，同样有藏传佛教的信仰，如何做得到心狠手辣的砍劈跟自己族人相仿的藏人？而在1961年及前后，果洛这里从未有过的、几乎无人知晓的饿死了太多的人。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广大汉地，当然饿死的人更多。25，一个广泛凭吊的仪式再也不能拖延，一座用于铭记的白塔必须尽快垒筑。26，吃草，低头吃草，低着头寻来觅去的吃草。黑色的牦牛，花色的牦牛，白色的牦牛。想起他们称我的族人是牦牛，干脆就叫牦牛，笑容里带着几分屈尊的轻慢。野牦牛是没有驯化的牦牛吗？牦牛是已经驯化的野牦牛吗？呀呀，我一遍遍地喊着，就像是呼喊被魔法改了模样的亲人。奇比奇比，卡提亚更乐意呼唤束缚钻进地洞里的胖乎乎的汉塔。27，一些词，驯养、驯熟、驯服、驯顺、驯良。一些成语，桀骜不驯，龙性难驯，如驯似豹。驯化的条件，圈养或有选择的交配，驯养的种类，个体驯化及集群驯化。驯化的方式，直接驯化、间接驯化、药用驯化。野牦牛的藏语发音是中，牦牛的藏语发音是亚或亚。是虎受训，这是生存或者毁灭的问题。有句谚语说，山羊身上的毛编成的5朵打在了山羊的头上。